人呢一世，總有啲繩索係自己親手綁上去嘅，但又以為係人哋帶過嚟嘅救命索。佛法入面有個詞叫能斷，唔係斷情絕義，而係斷開啲睇落好暖，實際上一串串將你拖落泥沼嘅虛妄之列。今日要講嘅係3種必須狠落心嚟斬斷嘅惡緣。呢3處心願唔係慈悲，係一齊沉落去。好多人讀經文，讀到嘅係忍辱、布施、無我，呢啲當然係佛法嘅根基，但喺呢啲文字嘅深處，仲收埋咗另一重唔常被提起嘅教誨。佛陀唔只教人點樣去愛，仲教人點樣去斷。金剛般若之所以叫做金剛，唔係因為佢堅不可除，而係因為佢能夠劈開一切扮成真實嘅幻象。一個真正行緊修行路嘅人，唔係對所有人無條件打開懷抱，對所有事無底線忍耐嘅人。真正嘅修行者，識得喺某啲時刻收起溫和嘅面容，舉起把清醒之劍。法句經入面有句話，意思係講你自己先係自己嘅依靠，你自己先係自己嘅方向，人哋點可能替你做主？呢句話唔係鼓勵人自私，而係揭示一個更深嘅事實。如果你連自己嘅心都守唔住，你所有嘅善良不過係用一種更好睇嘅姿態，將自己推落懸崖。今日要傾嘅呢個主題，可能會令好多心地柔軟嘅人覺得唔舒服。唔舒服嘅原因在於，佢要求你直面一件事，你以為嘅善良，有一部分其實係偽裝，偽裝成美德嘅怯懦，偽裝成修行嘅逃避，偽裝成愛嘅恐懼。而佛法遞俾你嘅，唔係一面俾你繼續匿埋嘅屏風，而係一面鏡，照現你一直迴避嘅個真實嘅自己。跟住落嚟，我會講3段往事。每一段都指向一個你可能正在經歷但渾然不覺嘅困局。聽完之後，或者你會發現，啲困住你嘅嘢，從來唔係人哋，而係你自己課唔敢講唔嘅心。喺古印度嘅舍衛城外，有一位居士叫善護，佢經營住一間細細嘅布坊，日子唔算富裕，但每日清晨佢都會喺佛前供一盞燈，然後將當日利潤入面撥出一份，接濟啲生活困頓嘅人。街坊鄰里都話善護係個好人，有人甚至覺得佢好得過咗頭。但善護唔在意呢啲評價，佢只係覺得幫得一個得一個，呢個係佢理解嘅修行。有一年秋天，一個叫摩訶羅嘅人揾上門嚟。摩訶羅以前做過香料生意，後來賭輸咗本錢，妻離子散，成個人好似一棵被連根拔起嘅枯樹。佢企喺善護面前，聲音沙啞咁話自己已經走投無路，只需要一筆周轉嘅錢，等返咗身一定加倍奉船。善護望住佢雙布滿血絲嘅眼，冇多問，從舉台下面攞出一包銀錢遞咗過去，又叫伙計包咗啲乾糧俾佢帶走。摩訶羅接過嘢，頭也不回咁消失喺街角。2個月之後，摩訶羅又出現咗，呢次話係揾到咗一條新嘅商路，只差最後一啲本錢就可以啟程。善護心入面有一絲猶豫，但睇住對方信誓旦旦嘅樣，仲係將錢俾咗。又過咗2個月，第3次，呢一回善護終於忍唔住問咗一句：上2次嘅錢幾時可以選？摩訶羅嘅面色即刻變咗，好似被踩咗尾嘅矛，反問道：你唔係修行人咩？修行人仲惦記呢啲身外之物？善護張咗張嘴，一個字都講唔出。錢又一次被攞走咗。咁樣嘅循環持續咗差唔多3年。善護嘅積蓄好似沙漏入面嘅沙，一啲一啲咁漏晒，而摩訶羅嘅態度就越嚟越理所當然。偶爾善護流露出為難嘅神色，摩訶羅就會用一種受傷嘅口吻講：我仲以為你係真心向佛嘅人，原來都不過如此。善護開始夜晚瞓唔着，折磨佢嘅唔係錢，而係一個不斷盤旋嘅疑問：係咪我嘅心唔夠寬廣？係咪我嘅修行仲未到家？定係我根本就唔配稱作一個善人？後來有一次法會，善護終於鼓起勇氣，喺散場之後行到一位德高望重嘅長老面前，將3年嚟嘅事原原本本講咗一遍，然後問：我係咪做立咗啲咩？長老冇即刻答，佢反問善護：如果你喺河邊見到一個人遇溺，你跳落去救佢，結果佢死死咁攬住你條頸，將你都拖入咗深水溝，請問你救咗佢，定係你哋一齋沉咗？善護擰喺原地，長老繼續講：
你最初嘅給予係一顆善種，但當你嘅給予變成咗對方眼中理所應當嘅供養，你每一次嘅退讓都喺佢心入面澆灌出更粗壯嘅貪慾之根。佢嘅貪因為你嘅唔忍拒絕而日益膨脹，佢嘅傲慢因為你嘅一再妥協而肆意生長。善護，你以為你喺拉佢上岸，但你問過自己未？佢真係想上岸咩？呢句話好似一盆冰水淋喺善護頭頂，佢沉默咗好耐，然後問：咁我應該點做？長老講：慈悲唔係冇底線嘅退讓，慈悲係睇清對方真正嘅處境，然後用智慧去回應。你對摩訶羅一次次嘅妥協，唔係喺幫佢，係喺幫佢逃避佢自己種落嘅果。真正嘅慈悲，有時候恰恰係關埋道門，令佢唔得唔轉身面對自己製造嘅困境，而唔係永遠有一個人替佢兜底。善護返去之後，用咗好長時間先將呢啲話消化到，仲感覺唔似醍醐灌頂，更似係有人將佢一直當作槍嘅嘢翻轉過嚟。佢先發現過其實係一面鏡，佢以為自己喺照亮人哋，鏡入面影出嘅卻係佢自己，個害怕被人話唔夠好嘅自己。下一次摩訶羅再嚟陣，善護冇好似以往咁先問佢遇到咗咩難處，佢只係平靜咁講：我冇辦法再借俾你啦，唔係因為我冇，而係因為我清楚咁睇到，繼續咁落去，你唔會變好，我都唔會。摩訶羅果然勃然大怒，將啲用咗3年嘅話術全部搬晒出嚟。你變咗，你虛偽，你根本唔係咩修行人。善護呢一次冇動搖，佢心入面有一種從未有過嘅安寧，個唔係冷漠，個係清明。而真正令佢震動嘅，係佢終於睇清咗一件事：3年嚟，每一次摩訶羅轉身離去嘅背影入面，都收埋住一絲唔易察覺嘅輕蔑。佢一直以為自己喺救一個預料嘅人，事實上個人一直企喺岸上，而佢自己先係個越陷越深嘅人。斬斷唔係拋棄對方，而係停止為對方嘅惡因添柴加薪，呢個先係慈悲嘅本嚟面目。如果話第一個故事講嘅係向外嘅關係，咁第二個故事要講嘅係一種更隱蔽、更難被覺察嘅侵蝕，仲帶住體溫嘅以關心為名嘅消耗。喺佛陀住世嘅年代，有一位叫妙音嘅女居士，佢持戒精嚴，每日定課沖不間斷。蓮子入面嘅比丘尼都話，呢位在家人嘅用功程度唔輸好多出家眾，但妙音有一個講唔出口嘅苦惱，好似一根細刺，唔致命，但日日紮喺心頭。佢有一位遠房表家姐叫鄭賢，鄭賢呢個人談唔上惡，但係中級度消耗人嘅存在。佢隔3餐5就嚟揾妙音，今日係老公唔體貼，聽日係奶奶太刻薄，後日係覺得老天對佢唔公。每次嚟都要坐成大半日，講住講住就將成個世界都鬧咗一片，然後拉住妙音一齊沉入片灰暗嘅情緒沼澤。起初妙音以為呢個係喺列善緣，佢耐心咁聽，溫言淡勸，甚至專登為鄭賢誦經回向，盼住佢可以從啲煩惱入面行出嚟。但鄭賢從嚟冇行出嚟，每一次離開之後，下一次帶嚟嘅係更濃嘅怨氣，更長嘅訴苦。好似妙音嘅每一次傾聽，都俾咗佢一個更大嘅容器，令佢可以往入面倒更多嘅陰暗。最令妙音痛苦嘅唔係鄭賢本身，而係佢發現，每次鄭賢離開之後，自己要花好長時間先可以重新安定落嚟。早晚嘅功課變得心猿意馬，正坐陣腦海入面浮現嘅唔係空明，而係鄭賢將永遠寫滿委屈嘅面。佢嘅納心好似一池原本澄澈嘅水，開始一層層淡渾濁起嚟。佢將呢件事同寺入面一位年邁嘅尼師講，人稱淨照師父。妙音講完一切，問道：係咪我嘅定力仲唔夠？係咪我應該對佢更有耐心？淨照師父冇直接答，而係問佢：你屋企門前有一棵老槐樹，枝繁葉茂，夏天路人都嚟樹下乘涼。如果有人每日往樹根下倒1桶鹽水，你應該點做？妙音諗咗諗話，將鹽水清走，俾樹根澆清水。淨照師父點點頭，咁如果你每次清完，佢又嚟倒呢？妙音沉默咗。淨照師父講：修行唔係要你將自己變成一棵任人澆灌咩都照禪傳修嘅樹，心係道場，道場需要有人守護。
《雍摩詰經》入面講直心是道場，直心唔係軟心，唔係磨原則嘅慈悲，直心係對自己內在最真實狀態嘅覺知同捍衛。你而家嘅狀態唔係喺幫鄭賢修行，而係俾佢嘅火開始燒你嘅柴。妙音聽到呢度，眼淚無聲淡跌落嚟，唔係委屈，係一種深深嘅認出。佢終於明白呢2年嚟總被掏空嘅感覺從邊度嚟。正照師父接住講，慈悲有2種面貌，一種係冇邊界嘅慈悲，佢令修行者將自己變成一塊海綿，吸盡周圍所有嘅污水，最後自己霉爛；另一種係有智慧邊界嘅慈悲，佢好似一盞燈，佢照亮四方，但佢唔會因為黑暗太濃就令自己嘅燈芯燒盡。你要做嘅唔係唔再關心鄭賢，而係先守住你自己心入面盞燈。妙音返去之後，做咗一個佢曾以為自己永遠唔會做嘅決定，佢開始減少同鄭賢嘅見面。每次鄭賢嚟，佢唔再任由對方喺抱怨嘅漩渦入面翻攪，而係溫和但清晰咁講：我而家需要將時間留俾自己嘅功課。鄭賢起初有啲唔開心，但出乎意料嘅係，冇幾耐，佢開始慢慢有咗變化，因為佢發現妙音唔再係個可以無限傾倒嘅容器，佢嘅怨氣喺呢度失去咗出口，佢唔得唔開始面對自己。呢個係妙音冇預料到嘅，佢以為自己嘅後退係一種放棄，點知個先係真正令對方開始自省嘅起點。立心嘅道場唔係越敞開越好，佢需要門檻，需要守護，需要一個清醒嘅主人。第3個故事發生喺一個雨季將盡嘅黃昏，精舍嘅石階上仲殘留住午後長雨嘅水痕。後生嘅沙彌明覺坐喺檐下，手邊攤住一卷佢已經翻開咗成4個月但從未認真讀完嘅經文。佢剃度已經3年，按理講早該進入更深嘅止觀收集，早該收拾課散亂嘅心，但佢總有層出不窮嘅理由將呢件事往後推。今日膝頭有啲酸，聽日天氣太悶，後日有同修嚟訪需要照應，下個月啦，等狀態好咗再講啦，等身體調養好咗再講啦。佢唔係唔想精進，佢只係太容易對自己心軟。每當佢試圖令自己坐落嚟，直面啲紛亂嘅念頭陣，內心深處就會升起一個聲音：唔使咁急，你仲後生，修行係一世嘅事，何苦為難自己？然後佢就又合埋咗經卷，又開始喺院子入面漫無目的咁踱步。佢嘅醫子師係一位以嚴賴着稱嘅長老，法號慧嚴。日黃昏，慧嚴經過檐下，見到明覺就咁坐住，雨聲淅瀝，經卷攤開但冇人喺讀，佢冇出聲，只係企喺度，靜靜咁望咗好耐。明覺感覺到師父嘅目光有啲困迫，連忙攞起經卷做出閱讀嘅姿態。慧嚴行過嚟，喺佢身邊坐低，問咗一個問題：你怕黑咩？明覺有啲茫然，唔知師父點解答問，但仲係老實答：怕。慧嚴講：點解怕？明覺諗咗諗，因為黑暗入面睇唔清路，唔知前面有咩。慧嚴點點頭講：法華經入面有一個譬喻，話一個人住喺一間着咗火嘅屋入面，火已經燒到咗梁柱，但佢渾然不覺，仲喺屋入面玩耍嬉揮，以為一切安好。佢嘅老豆喺門外叫佢出嚟，佢唔肯，因為屋入面太舒服啦，佢唔想面對外面嘅風雨。講到呢度，慧嚴停咗一下。明覺，你知唔知個喺火宅入面玩耍嘅人係邊個？明覺低落咗頭，冇出聲。慧嚴繼續講：你對自己嘅份靈識唔係愛護，係終尿，就好似一個阿媽因為唔忍心俾個仔受一啲風吹雨打，於是將佢關喺溫室入面，最後讓出一個連陽光都承受唔住嘅人。你對自己都係咁，每一次你話再等下，你以為係喺善待自己，但你只係喺令個困住你嘅我變得更厚、更沉、更難以撼動。明覺抬起頭，眼眶微紅，唔係委屈，係某種深處被觸及嘅震動。佢問：咁我應該點做？慧嚴冇俾佢具體嘅方法，而係問咗最後一個問題。《金剛經》入面講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明覺，你而家住喺邊度？呢個問題好似一枚鉗，精準彈刺入咗明覺某個長期麻木嘅穴位。佢住喺邊度？佢住喺我仲未準備好呢個自我認知入面，住喺再等一下就會改變呢個無限延宕嘅幻覺入面，住喺個以溫柔對待自己為名，
實則喺迴避一切真正成長嘅書的繭房入面。佢第一次清晰咁體現，佢以為喺保護自己嘅聲音，唔係慈悲，係牢籠；佢以為喺愛自己嘅習慣，唔係溫柔，係枷鎖。佢住喺入面，仲以為道係屋企。一夜，明覺冇再等，冇再揾理由，雨仲喺落。佢展開卷經文，認真咁讀咗入去。第一次，個聲音冇嚟打擾佢，唔係因為佢消失咗，而係因為佢第一次選擇唔再聽從佢，對自己心狠，唔係自我懲罰，而係第一次真正做咗自己嘅主人。而家，等我哋將呢3個故事擺埋一齊，睇下佢哋背後共同指向嘅樣嘢。好多人將心狠理解為負面嘅品質，冷漠、絕情、自私。但如果你仔細體會呢3段經歷，你會發現入面嘅心狠有一個共同嘅底色，佢唔係切斷對人嘅關懷，而係切斷個令雙方都越陷越深嘅爛糾纏。先睇無止境嘅索取。佛法入面有一個重要嘅概念叫共業，兩個人之間嘅互動會共同編織出一種業力嘅走向。當你不斷給予一個貪得無厭嘅人，你以為自己喺單方面減輕佢嘅苦，但事實上你喺呢段關係入面同樣扮演住推手嘅角色。你嘅每一次退讓，每一次因為害怕被話唔夠好而繼續逃出嘅給予，都喺強化對方索取唔使付出代價嘅認知。呢個唔只係佢嘅業，都成咗你哋共同編織嘅業。集阿含經入面有一段話，大意係講，布施本身係善法，但若布施嘅動機係出於恐懼、出於虛榮、出於唔敢拒絕，其功德便大打折扣，因為發心已經唔準。更深層嘅問題係，呢種給予喺接受者一端會滋養出咩樣嘅心？善護嘅故事入面，佢最終嘅轉變唔係學識咗自私，而係學識咗分辨咩係真正幫助一個人企起身嘅給予，咩係以善良為名嘅共謀。當佢關埋道門，表面上睇係一次血裂，但從更長遠嘅因果嚟睇，個係佢第一次真正尊重咗摩訶羅作為一個獨立生命嘅完整性。佢必須面對自己種落嘅因，而唔係永遠有人替佢承擔後果。呢個唔係冷漠，呢個係尊重。再睇啲燒好你嘅人同事，妙音嘅故事入面有一個值得深思嘅細節，佢嘅道場唔係被惡人摧毀嘅，而係被一個需要幫助嘅人一啲一啲咁侵蝕嘅。呢個係一種更隱蔽、更難防範嘅消耗，因為佢披住善意嘅外衣，令你好難開口講唔。雍摩羯經入面有句話，菩提心是道場，以直故。呢度嘅道場唔係一個物理空間，而係一種心嘅狀態，清明、真實、冇虛妄嘅心。當一個人嘅心不斷被消耗，被拉入他人嘅負面漩渦，呢顆心就開始失去佢作為道場嘅清淨度。好多人以為修行越深嘅人越能抵禦外界干擾，呢句話本身冇錯，但有一個前提成日被忽略，抵禦嘅能力係通過持續嘅守護同修煉而嚟，而唔係通過無限暴露喺消耗中嚟磨練出嚟嘅。就好似一個人要強健體魄，需要嘅係的道嘅的練，加上充分嘅休養，而唔係將自己掟入一個永不停歇嘅消耗場，然後期待某日突然百毒不侵。守護納心道場嘅核心係清醒咁知道，我嘅心唔係公共嘅情緒回收站，唔係所有人嘅怨氣同負能量都有義務由我嚟承接消化。呢個唔係喺推卸對他人嘅關心，而係喺保持盞燈嘅持續燃亮。一盞熄咗嘅燈照唔亮任何人。然後係最深都係最難嘅一層，對自己心狠。明覺嘅故事入面，慧賢問佢，你住喺邊度？呢個問題喺金剛經嘅喻境入面有極深嘅意涵。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呢句話被無數人引用，但少有人真正喺生活中落實佢。住喺佛法入面唔只係物理層面嘅停留，更加係心對某種狀態、某種自我形象、某種習慣嘅執取同依附。明覺住喺咩入面？佢住喺我係一個仲未準備好嘅人呢個自我認知入面，住喺再等一下就會改變呢個無限拖延嘅書的勾入面，住喺個柔軟嘅永遠喺為自己揾理由嘅我入面。呢個就係我執。我執唔似貪真咁面目猙獰，佢更陰微、更危險，因為佢成日以極其溫柔、極其合理嘅面目出現。佢唔講我唔想改變，佢講我要先準備好。佢唔講我喺逃避，佢講我喺照顧自己。佢唔講我驚，佢講時機未到。
每一句話禪讀攞出嚟都好似一種智慧，但合埋一齊，佢哋構成一道無形嘅牆，將你同真正嘅成長隔開，而你甚至感覺唔到道牆嘅存在，因為佢摸落太柔軟啦。大乘起信論入面講，眾生嘅心有兩種動向，一種速向教，即覺醒嘅方向；另一種隨染，即順住習氣同執念往更深嘅迷失入面滑落。我執就係隨染嘅一種極為精微嘅形式，佢唔需要用貪婪或憤怒嚟運作，佢只需要用對自己溫柔啲，唔好太急呢啲引落毫無問題嘅聲音，就能夠將人困喺原地，一困就係一世。對自己心狠，係喺呢個層面上嘅斬斷，唔係要你懲罰自己，唔係要你否定自己所有嘅感受，而係要你有勇氣對個聲音講：我體現你啦，但我唔再跟住你行。呢三種心狠，歸根結底有一個共同嘅佛法納核：清醒嘅愛，清醒淡愛自己，所以唔容苦自己被我執一圈又一圈咁要困；清醒淡愛他人，所以唔以軟弱嘅妥協去餵養對方嘅貪念；清醒淡守護自己嘅心，所以唔俾佢淪為無邊際嘅情緒傾倒牆。佛法入面有一個修行嘅核心概念叫不放逸。法句經開篇就講：不放逸是不死之道，放逸是死亡之路。不放逸者不死，放逸者如同已死。呢度嘅放逸唔只係行為上嘅戒代，更深層嘅係指心嘅縱習慣性嘅對各種執念同情緒嘅隨順同中庸。不放逸對自己，就係對個慣於揾藉口、慣於拖延、慣於以善待自己為名逃避成長嘅我執，保持高度嘅清醒同節制。不放逸對他人，就係清楚咁知道，真正嘅幫助唔係無限度嘅給予，而係有智慧嘅回應，包括喺必要時俾出清醒嘅拒絕。好多人會問：咁我點判斷我嘅心狠係真正嘅智慧慈悲，定係只係自私嘅合理化？呢個問題問得好，判斷嘅標準唔在於你嘅行為有幾強硬或幾溫和，而在於你嘅出發點。如果你嘅心狠背後係一種清明嘅覺知，係真係睇清咗某段關係或某種模式對雙方嘅損耗，係出於令彼此都能更真實咁面對自己，咁佢係智慧。如果你嘅心狠背後係厭倦、係逃避、係對某人嘅輕視，咁佢就只係披咗一層修行外衣嘅冷漠。智慧同冷漠之間只隔一層紙，層紙叫做動機。喺個動機入面，有冇真實嘅慈悲？個慈悲係對方真正需要嘅，定係你認為對方應該需要嘅？呢兩個問題係每一個試圖喺修行路上做到悲智雙運嘅人都需要反覆叩問自己嘅。佢冇固定答案，因為每一段關係、每一個情景都唔同。但能夠持續問呢個問題本身，就已經係一種修行。從理解走向實踐，先係令呢啲道理真正扎根嘅地方。面對啲無止境嘅索取，有一個可以落地嘅方法，叫做給予前嘅沙文。喺你準備付出任何嘢之前，唔理係金錢、時間、情緒支持定係精力，先停落嚟問自己三個問題。第一，呢次給予，我係出於真心嘅意願，定係出於害怕被否定嘅恐懼？第二，對方係咪有能力承擔足於佢自己嘅份責任，而我嘅幫助係咪喺替佢承擔？第三，如果我呢次拒絕，最真實嘅結果會係咩？呢三個問題唔係要你變得斤斤計較，而係要你喺每一次給予之前，清醒咁知道自己喺做咩，以及點解。好多人發現，當佢哋誠實咁回答第一個問題陣，先驚覺自己大多數時候嘅給予，其實唔係嚟自愛，而係嚟自某種深層嘅恐懼，害怕被話自私，害怕失去對方嘅認可，害怕破壞善良嘅人呢個自我形象。呢個發現本身就係一種巨大嘅重綁。一旦你睇清咗呢個動機，你就唔再需要用心狠嚟對抗對方，因為你根本唔係喺對抗對方，你只係喺做一個清醒嘅選擇，回應自己內心真實嘅聲音。拒絕都可以溫柔，溫柔嘅拒絕唔需要長篇大論嘅解釋，唔需要道歉，唔需要補償，你只需要講呢件事我而家做唔到，就呢一句，唔需要更多。真正嘅關係承受得起呢句話，承受唔起嘅段關係本來就建立喺你無限退讓嘅基礎上，個唔係關係，個係消耗。面對啲消耗你嘅人同事，最有效嘅修行方法係建立一個納心清掃嘅日常功課。每日結束陣，
花5到10分鐘做一個簡單嘅回顧。今日有邊啲互動令我覺得被掏空？種感覺係喺邊個瞬間開始嘅？我喺個瞬間有冇忽略咗自己內心嘅某個信號？呢個唔係要你去評判啲令你覺得消耗嘅人，而係要你開始學自認出個信號。每一次你覺得被掏空，其實你嘅內心都喺發出一個清晰嘅提醒，話俾你知呢度有一條邊界需要被睇見、被守護。好多人因為修行，反而變得更唔自忍呢個信號，因為佢哋以為修行意味住唔應該有負面感受，意味住應該包容一切。但真正嘅修行恰恰相反，佢令你對自己內心嘅狀態變得更敏銳、更誠實，而唔係更麻木。當你認出個被消耗嘅感受，唔好急住評判佢，都唔好急住壓制佢，只係承認佢係嘅，呢個令我攰啦。然後問自己，我跟住落嚟需要做咩嚟守護呢顆心？答案可能係減少某種互動嘅頻率，可能係喺某啲場合入面設立更清晰嘅界限，可能只係今日早啲結束對話，為自己留出一段安靜嘅時間。唔需要一次做到全部，每一個細細嘅守護都係喺為內心嘅道場添一塊磚，加一片瓦。對於個軟弱多情嘅自己，修行嘅入口係從極細嘅地方開始嘅。我執最難被斬斷，唔係因為佢太強大，而係因為佢太擅長偽裝。佢永遠唔會以一種明顯嘅面目出現，令你可以一刀斬落。佢總係用你最熟悉、最習慣嘅聲音嚟講嘢，令你以為個就係自己。所以對治佢嘅方法唔係用力，而係用清醒。每日俾自己設立一個級細嘅唔容妥協嘅行動，唔需要幾大，可以係今日唔理幾唔想，我跪坐落嚟安靜5分鐘，就5分鐘，唔需要專注，唔需要進入咩狀態，只需要坐落嚟，令個等陣先再講嘅聲音出現，然後選擇唔跟住佢行。日積月累，呢種微小嘅唔聽從我執嘅練習，會慢慢改變你同個聲音之間嘅關係。你會開始發現，個聲音冇你以為嘅咁有力量，佢只係一個習慣，一個被你長期餵養嘅習慣。當你停止餵養佢，佢自然會變弱。呢個唔係要你變得鐵石心腸，唔係要你變成一個唔識得照顧自己嘅苦行者，而係要你喺照顧自己同中庸我執之間揾到條微妙嘅分界線。真正嘅照顧自己係令自己成長，而中庸我執只係令自己停留。行到呢度，我想請你停落嚟，諗一個人，唔係人哋，就係你自己。你喺生命入面有冇過咁樣嘅經歷？你以為自己喺給予，最後卻發現係自己喺一啲一啲咁被掏空。你以為自己喺包容，最後卻發現啲你以為喺幫助嘅人，其實從來冇需要你咁多，係你害怕唔夠善良，所以俾咗比任何人需要嘅都多。你以為自己喺善待自己，最後卻發現啲再等下將你帶到咗一個你從未打算去嘅地方。呢3件事都有一個共同嘅起源，個起源唔係你唔夠善良，而係你嘅善良缺少咗一樣嘢，清醒。佛陀講過一句令無數修行者反覆咀嚼嘅話：慈悲為懷，智慧為劍。慈悲係心嘅溫度，智慧係心嘅封印。冇溫度嘅劍，冰冷而磨情；冇封印嘅溫度，流散而磨力。兩者合一，先係種真正能夠喺呢個世間行走而唔迷失嘅力量。心狠唔係令你變成一個冷漠嘅人，而係令你成為一個清醒嘅人。清醒咁知道邊啲給予係喺度人，邊啲係喺尿己。清醒咁知道邊啲包容係喺守護關係，邊啲係喺拱手讓出自己嘅道場。清醒咁知道邊啲對自己嘅溫柔係真正嘅滋養，邊啲只係我執着住柔軟嘅衫喺你心入面遊蕩。金剛經嘅末尾有一段偈語，好多人都識背：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呢個唔係叫你對咩都無所謂，而係喺提醒你，所有嘅執着，包括對我係一個善良嘅人呢個自我形象嘅執着，都係幻影。當你放低個非要證明自己有幾善良嘅心，你先能夠真正自由咁選擇幾時給予，幾時拒絕，幾時伸手，幾時放手，幾時對他人溫柔，幾時對自己落刀。真正嘅善良係一種選擇，唔係一種證明。你唔需要用無限嘅退讓嚟證明你有愛，唔需要用無限嘅消耗嚟證明你喺修行。
唔需要用無限嘅拖延嚟證明你喺善待自己，你只需要喺每一個當下清醒地問自己，呢一次真正啱嘅事情係咩？然後有勇氣去做佢。呢個問題冇放諸四海而皆準嘅答案，但我相信，當你行過今日呢3段故事，當你真正坐落嚟去感受善護嘅清明、妙音嘅守護、明覺嘅覺醒，你心入面其實已經知道答案啦。你一直都知道，你只係仲未決定要唔要聽佢。感悟佛法智慧，點亮心中盞唔滅嘅燈。如果今日呢啲話喺你心入面留低咗啲咩？一個問題，一幅畫面，或者一種你講唔清楚但確實被觸動咗嘅感受，歡迎訂閱我哋嘅頻道，同智慧同行。每一次相遇，都係一盞燈照現另一盞燈。我哋下次再見。